欢迎新年度的颁奖盛典。好，来，给李小姐就好了，来，我们接一下。好，问一下有红。问一下有红啊，今天其实来参加这个红人榜，其实各种各样的这个盛典你参加的也比较多了。那对于这样一个红人榜，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理解？基本上，因为其实每次到了年终的时候啊，就是对艺人整年度盘点的时候。那通常因为活动太多，我不会每个都参加，我只会挑心目中认为比较有分量的。或者是像江月这样跟我是好朋友关系，我就过来参加。啊，好，谢谢两位，来请在这边拍照。跟我们的 BQ 的一位资深的编辑王江月小姐是好朋友，所以我想 BQ 呢这么多年在业界当中也是有不少非常好的艺人朋友。他也是说明我们今天红人榜到底有多么的推荐给大家。谢谢两位。